2026年屬牛嘅朋友呢，就係害太歲嘅年份啊！害呢，即使有小人加害，但係唔需要擔心。今年呢，有3粒吉星拱照，呢3粒星嘅能量非常巨大嘅噃。因此呢，喺馬年嚟講呢，整體嚟講都係中等偏上嘅。要值得提醒嘅注意呢，就係2027年羊年啦，因為有丑未相沖嘅情況啊，就係沖太歲啦，逢沖必動。咁2027年嚟講呢，就會呢一個變化年嚟噶。如果喺馬年能夠揾到錢或者順順利利嘅話，去到2027年呢，就係個防守嘅年份啦吓，特別注意同埋謹記嘅噃。今年呢，有3粒大吉星，包括紫微、龍德同埋國印，空星呢都有4粒，暴敗、天厄、祿害同埋天煞噶。喺事業同埋財運方面呢，有3大吉星嘅拱照之下，今年人緣貴人運呢非常理想啦。再加上國印，你嘅權力地位同埋威望呢係升到一個頂點嘅。今年呢，多啲用人際關係提升你嘅事業，財運呢自然順利啦。特別注意啦，空星方面有暴敗，係3間富5間窮嘅星，咁咧要注意啲投資啦吓。咁咧好容易咧就係呢度賺到錢，轉頭就輸翻落去嘅。幸好咧吉星嘅拱照之下，呢啲都係細問題。感情運方面啦，雖然今年咧冇話正桃花星入住，但係咧因為有紫微、龍德呢啲貴人星同埋人緣星嘅支持下，可以透過咧中間人或者係人際關係去聚會嘅時候啊，識到咧另一個伴侶嘅噃，放心得啦。健康運方面咧，突如其來嘅一啲問題同埋小意外，咁好彩咧有吉星拱照，唔需要過於擔心。總結屬牛嘅朋友咧，喺馬年雖然叫做害太歲，有小人加害下，可以喺今年嘅驚蟄用傳統嘅方式去化解小人官非，呢個係最簡單而且有效嘅方式。另外咧，再次提醒啦，雖然馬年咧比較好嘅一年，但係要注意啦，2027年好快到啦吓，咁下一年咧就係沖太歲嘅年份啦，呢個係變動年啊。因此咧，其實我亦都最後咧建議咧屬牛嘅朋友可以喺今年咧先體檢下，因為沖太歲嘅年份啊有大耗星會影響健康嘅，提早準備。最後祝願屬牛嘅朋友福星拱照，人見人愛，財源廣進，一齊嚟接福啦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